昨暗台南市安南区的安中路6段有民众半暝伫车路放炮啊，警方虽然有到现场，也毋过嘛无法度阻挡市政府表示讲，这是公庙新民出巡连续3天的活动。环保局嘛表示讲，连续3天都有人伫暗时10点以后过放炮啊，嘛已经开出4场的活动。这个穿烟火团体衫的查甫人，唔插警方咧阻挡，手提喷火枪，硬是甲烟火点火倒。另外一个穿同款衫裤的查甫人，是一直甲警方讲无要紧，涂骹烟火也是互人点火倒放去铁顶。这是伫安南区安中路6段甲成安3街，规排炮啊伫车路中央直放。原来是当地农场寮成农宫伫12到10时举办照警活动。市府表示，活动正都协调，交庙方山都爱遵守相关的规定。不过这3天也是有暗时10点过个咧放炮的状况。环保局以《噪音管制法》第8条既公告规定，在12号、13号各开罚1件，14号则开罚2件，总共开罚4件。那其中14号夜间第2次违规，将处最高额3万元罚款。市府表示会针对行为另开7场罚单，不过成龙宫是回应讲，炮啊是其他挂休的民众放的，甲庙方是无关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